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不能自救。一、路加福音23章32至38節，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名叫髑髏地，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又釘了兩個犯人，一個在左邊，一個在右邊。當下耶穌說：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百姓站在那裏觀看，官府也嗤笑他，說：他救了別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揀選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戲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給他喝，說：你若是猶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寫着：這是猶太人的王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，呢個係耶穌被釘喺十字架時所發生嘅事。耶穌喺邊度被釘十字架呢？邊個同耶穌一齊被釘十字架呢？耶穌俾邊個嘲笑呢？嘲笑嘅說話內容係乜嘢呢？呢個嘲笑嘅意思係批評耶穌乜嘢呢？十字架上嘅牌寫上咗犯人嘅罪狀，耶穌被定嘅罪名係乜嘢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父啊，赦免他們。呢句說話等於承認只有神係審判者，佢有權定罪同赦罪。然而，我哋講出呢句話之前，就必須提醒自己，耶穌係無罪者為罪人代求，但我哋卻係蒙恩嘅罪人嚟為罪人代求，我哋決不能自義。正如另一個喺十字架上嘅犯人有咁樣嘅反省，佢話：你既是一樣受刑的，還不怕神嗎？我們是應該的，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，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